找的人靠谱吗？绝对靠谱，放心吧。千万小心，以廖学兵的身手，一般人奈何不了他。放心吧，南哥。等他们办完事儿，让他们在中海消失。兵哥，上！今天是我跟阿南的个人恩怨。如果你们还把我廖学兵当兄弟的话，现在就出去。别！你听我说，有些事你不知道，兵哥，听我说。你去跟小白说。兵哥，你跟我们兄弟说，你饶了我，你饶了我，我错了，我先混蛋，我先混蛋，兵哥，你放了我。小白是你兄弟，你怎么对他的？别动，别动！你当我是混蛋，你放了我，放了我，我马上消失。自己解决。兄弟们，现在廖学兵也受伤了，我们一口气把他做了，上，快！